拙政园的诞生源自一位明代官场失意的文人王献臣的心灵寻求。王献臣曾担任明御正使，40岁那年，他因官场挫折而回到了故乡苏州，开始寻找一处归隐之地。经过一番周折，他最终选择了在大红寺原址上营造园林，历时16年，拙政园终于落成。王献臣取近代文学家潘岳闲居赋中的拙政一词为原名，意在彰显自己的归隐之意，同时也对官场政务嘲讽。经历了500多年的变迁，拙政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，但仍然保留着当初的典雅风采。历经32位主人的一手，园林在保持苏州园林营造手法的同时，也融入了不同主人的审美情趣，使得园子至今依然美丽动人。拙政园是苏州园林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园林之一，也是苏州园林的精华所在。园内分东、中、西3园，东花园开阔舒适，中花园则是精华所在，而西花园以精美的建筑著称。盛夏时节是游览园林的最佳时机，漫步园林内，青草绿树，清澈的池水，亭台楼阁相映成趣儿，宛如走入江南的水墨画中。池水如明镜般的清澈，倒映着建筑物和植物，细致入微。园内的景色清丽生动，建筑精美。你看那个乌克兰都弄几个上面弄几个手榴弹，它不少。水榭、小船、石桥巧妙地分布在池水之上，每一处设计都经过精心的雕琢，使得整个园林显得生动，而且富有层次感。人家没说下午几点取车。那我们就在小地方现在地址，我直接是从那个附近。爸怎么走？爸他们走了，爸咱现在跑也走。不是跑这里吗？这里有3个车道，这里。拙政园作为苏州园林的代表之一，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，其建筑风格、园林布局及植物景观均展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。园内的建筑融汇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的精华，如精美的砖雕、石雕以及假山艺术等，展现了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魅力。此外，园内还栽植了许多名贵的花木，如古樟、榕树，增添了园林的独特景致。
拙政园还融合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，如水的运用、景的创造和空间的设计等，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。我们不走过去了，我们走那边。往那还往那走？从那儿走过来。啊。他们在那外里，千多公里在那外里，这鱼好大。那个真是。哎呦，有锦鲤。米其林轮胎人。米其林轮胎人。啊，哎，看孩子，看妈妈呢？妈妈后面，你跟妈妈躲猫猫，那吓唬人家。上来了，俺俩还说找不着你了。等一下，牛鱼。园内的建筑、景致、植物等各方面，均展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。其存在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更对于园林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因此，拙政园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园林的景观美丽，更在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园林艺术的重要意义。苏州园林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内涵，深受人们喜爱。要完以后把地址给他邮咱家去。他够呛，你问问他吧。6号上午，对吧？园林不仅是园主追求和向往的寄托，也承载着100年前人们的审美和意趣，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。因此，要想读懂苏州，不妨漫步于园林之中，感受100年前人们的心境和情感。在江南古城苏州，园林建筑被视为文化瑰宝。苏州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内涵深受着人们的喜爱。
好。啊！心里那个美。园林以山、水、建筑为主体，这是这么一块，展现出古人对自然和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香洲园便是其中之一，其建筑景观巧妙地融入水乡风情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艘三面环水的石舫之上。南唐后主李益曾在诗中表达了“花满柱，酒满廊，万顷波中得自由”的向往，而李白、苏轼等文人也在其诗句中留下了对泛舟江河湖海的向往之情。连个通道就好了。拙政园的存在不仅是苏州园林的瑰宝，更是中国园林艺术的珍贵遗产，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园林艺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。拙政园作为中国4大名园之一，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园林艺术价值，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观赏。